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釋經靈修。今次係馬太福音4章12至22節。溫馨提示，大家可以下載講義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約翰被捕下監，先鋒嘅工作完成，舊時代隨住佢下監而漸漸落幕。與此同時，耶穌往外族嘅加利利去，應驗以賽亞的宣告。坐喺黑暗中嘅人民睇見咗大光，住喺死蔭之地嘅人，曙光已經向佢哋升起。新時代開始，舊時代退去。耶穌進入加利利，以迦百農為侍奉據點，擁有加利利湖嘅湖港同便利嘅陸路交通，方便傳道。而且迦百農位於希律安提帕同埋希律腓力統治嘅邊界，耶穌能夠喺政治危機時迅速逃往更安全嘅區域。再者，加利利以外族人為主，預示救恩將臨到外族。從嗰時起，耶穌就開始宣講先鋒退場，基督登場，唔係突然接棒，而係歷史必然。舊約應許喺此刻實現。時代更替，工作繼續，但係已經唔係約翰嘅聲音喺荒野呼喊，而係耶穌嘅光喺黑暗中照耀。耶穌喺加利利湖邊行走，睇見彼得同兄弟安德烈正係撒網。呢個呢係佢哋謀生嘅方式，係日常嘅勞動。耶穌對佢哋話：嚟跟從我要使你哋成為得人嘅漁夫。呢句話如同閃電劈過平靜嘅水面，唔係邀請，而係命令；唔係建議，而係絕對嘅呼召。彼得同埋安德烈即刻卸咗網，跟隨咗主。曾經呢張網意味住佢哋嘅全部：父親期望、家族榮譽、謀生工具、收入來源。而家一句話，一切都成咗過去。佢哋空着手，跟住耶穌走進唔知嘅未來，轉換賽道，成為得人嘅漁夫。耶穌繼續往前走，佢睇見另一對兄弟雅各同埋約翰，佢哋坐喺船上，同父親一齊修補漁網。呢個係佢哋生活嘅一部分。捕魚唔單止係生計，更加係家族事業、父親嘅生意、兒子嘅未來。耶穌亦都召喚佢哋即刻寫咗船離別父親，同樣嘅呼召。但呢一次代價更深，佢哋捨棄咗財富同埋親人，從工作到財富同埋親人跟隨嘅代價越嚟越深。馬太以呢4個漁夫作為門徒嘅榜樣，跟隨耶穌先要捨棄謀生方式，呢個意味着放棄安全感，拋開生計嘅保障，跟住要捨棄財富同埋親人。呢個唔係話要同家人斷絕關係，而係話冇任何關係應該比同基督嘅關係更重要。父母、妻子、兒女都要退到其次。事工啟動，需要新群體支撐。耶穌發出改變世界嘅呼召。你係咪睇見咗嗰照耀黑暗嘅光芒？係咪願意撇下自己慣常嘅漁網漁船，成為召聚靈魂嘅新時代漁夫，成全天國使命？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